Hello Simon，都有一段時間冇見你啦，最近忙緊啲咩先？我真係忙到連水都冇時間飲啊！你知啦，今年投資市場咧非常之波動，尤其是係美國方面時不時傳出咧一啲加徵關稅嘅消息，我哋有好多客戶都關心會對佢哋嘅投資組合產生啲咩嘅影響，同埋有啲咩方法咧可以增強翻組合嘅防守度。一陣間咧請你飲翻杯咖啡啦，等你可以忙裏偷閒啊嘛。嗱，講翻轉頭咧，而家市場前景咧的確就唔係太明朗嘅。美國同貿易夥伴爆發嘅關稅戰進一步升級，投資者擔心關稅會轉嫁成本去到消費者，從而令到消費信心下挫，通脹回升咧，亦都可能會削弱企業盈利，為股市帶嚟壓力。減息路徑方面咧，新嘅關稅推高咗通脹預期，相對於歐洲或者係中國市場，美國貨幣政策進一步寬鬆嘅前景咧，的確係比較唔確定㗎。冇錯，睇翻美股標普500指數。根據翻彭博數據，自歷史高位計已經錄得至少10%嘅跌幅，進入翻調整嘅區間。由於今浪下跌較為急速，短線上或者會有技術反彈，但對於中長線嘅投資者而言，適當地調校翻股債比例以作避險，仍然係合適嘅選擇。因為分散投資喺股票同債券，仍然係傳統上面降低翻投資風險嘅策略。回顧翻自1990年起4次嘅經濟衰退以及係金融危機，美國國債同環球綜合債券均能喺股市波動期間攞到一個正數嘅回報，反映翻債券嘅避險作用㗎。係啊，以強積金嘅混合資產基金為例，風險水平咧介乎於債券基金同埋股票基金之間。股票部分咧，如果受惠於經濟或者係企業盈利增長，或者可以帶嚟資本增值嘅機會。至於債券部分，回報咧就受到債券價格同埋收益率等等嘅影響。當利率下跌嘅時候，債券價格或者會上升。咁當然啦，債券嘅信貸評級亦都會影響債券嘅價格。Simon 啊，又考下你啦。知唔知強積金之中嘅預設投資策略 （Default Investment Strategy） 係屬於邊一類型嘅基金呢？難唔到我嘅 DIS 咧，正正就係混合資產嘅其中一種，而當中有2款嘅成分基金都係投資翻喺環球嘅股票同埋債券。我仲知道啊，除咗股債配置之外 ，DIS 咧亦都會加翻年齡嘅因素，會隨住翻投資者個年紀漸長而去調節翻股票同債券嘅比例。當年紀增長嘅時候咧，持有股票嘅比例就會減少，達至到一個越接近退休年齡，投資風險就會相應減少嘅效果。而根據翻積金局嘅資料啊，截至2024年嘅12月底，過去5年 DIS 嘅核心累積基金以及係65歲後基金平均嘅年率化回報分別係5.5%同埋0.9%，表現都幾穩定㗎。係啊，除咗傳統嘅股票同埋債券之外咧，其實投資者咧都可以考慮通過多元化嘅工具咧嚟到減輕風險㗎。嗱，例如咧好多香港人咧其實都好鍾意投資住宅物業或者係車位咧做收租之用啦，製作長糧。但係咧要留意返咧呢一啲嘅資產咧流動性相對於股票啊、債券同埋貨幣市場工具咧都係比較低㗎，而且買賣住宅物業亦都涉及印花稅，因此咧交易成本咧亦都係需要咧一併作考慮㗎。講起投資物業，希望做到穩定現金流，同時有足夠嘅流動性，我就諗起房地產信託基金 REITs 呢種嘅投資工具啦。REITs 可以喺股票市場上面交易，唔同國家嘅法規咧會要求佢哋將租金收入嘅至少特定百分比派發翻俾投資者作為股息，因此兼具股票同債券嘅特性。根據翻彭博嘅資料，富時 EPRA Nareit 環球房地產總回報指數同標普500指數嘅關聯度咧，佢哋嘅相關性大約係0.82，而同債券嘅相關性咧就大約係0.59，反映翻債券嘅相關性較低，但係同時咧能夠做到債券收益嘅功能。冇錯啊，相信咧香港嘅投資者咧對 REITs 絕對都唔陌生嘅。但係喺香港上市嘅 REITs 咧，主要集中喺零售商場同埋辦公室裏邊，而環球方面，特別係喺美國上市嘅 REITs，行業分佈咧就廣泛得多啦。例如喺新冠疫情之後，工業類嘅 REITs 需求咧因為倉儲物流而增加，而數據中心相關嘅 REITs 近年亦都因為人工智能熱潮而受惠，值得香港投資者留意。